婆子出新娘，轻巧知心啊。初三的陪来喜阳光，生前好陪无云冈，一场好事早见良人同明喜，黄河间有觉得良心高扬，自从老兵回工厂，素月来胭脂新娘同根郎，我是诚心接近的温暖，他是有意素愿画冰娘，前番诚心张新娘，他与新房并非亲生的娘。莫不是内心深知恋情方，莫不是他为报恩把真心肠，钱财八度财不透，千折八目去为常，年年是工作分配同知道，是人是真。非思量好消息呀！你看，丁子明已经来信了，他已经可以参加青农工作，而且身体情况很好啊！还有一个好消息，你看，我们年子的新芽已经通过了鉴定，可以用于领上了。怎么？你不高兴吗？自从那场大火以后，我从来没有看见你像今天这样高兴啊！是吗？我欠你很多。不，我们谁也不欠谁。我希望你生活的轻松些、愉快些。是啊。既然也已经制定，那快进行放肆了吧。是吗？这新娘还有披上生之人，到心水的许金人，新房酒瓶披着啊，我还需请客上呀四饭宴。请客上呀？对，我自己年子的新芽，在用于领上之前都要亲自赏识一下。有这个必要吗？已经习惯了。好吧，我来上夜，你来举了。不，我与新房都是女性，生理反应比较接近，对照观察更加正确。这样也行开门，你会定不是的。万一你倒下了，怎么许多病人交接谁呀？你不也是医生吗？我我是不信啊，就不信。来，记了吧。好吧。哎呀，别拿！别！哎，
咦，好像接你了嘛？没有接我。啊？哎，师母，师母，快起吧。啥是同男人终止思念情可中，曾见他两鬓还自由，师母，我含泪就比千金重，三情缘，心也空。师母，深睡昏昏，心里云。下要孤人在预料中，轻轻擦去他魂之痕。细细回想，我心深重。所有泪，今儿缘自花虽少。两心间，是以灵犀总相通。淡淡一女，几分明；默默一言，各自懂。原是他我俨然心底却空空，今日他怕卷入情郎已从容，他哪知我比他怨他爱越深。此刻是心满胸臆，
我这是在哪里呀？我这是在哪里呀？师母，师母，成功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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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啊，我们成功了，姐姐有救了，新房有救了。师母，请你，我自己。师母，以前的事，愚兄与你背离了。你对我？我啊，是我啊，是我啊。夫人。师母，魏医生，什么时候接警方视频啊？就趁年当天吧。对，趁年当天，我们马上治疗啊！趁年当天，趁年当天啊！去！师母，我对你有一个请求。什么请求啊？休息。要是我不愿意呢？可没有商量的余地哟。好吧，就答应你这一次。以后啊，就轮不上你来管我了。以后就轮不上你来管我了。施梦同志立即到省立院报道。施梦同志立即到省立院报道。师母，师母，你当真要走吗？不，从今往后，我们再也不分开了。再也不分开。不。省立院的条件比我这里好上8倍，我是不能让他留下呢。我们一起努力，一起工作，到那时候呀，到那时，我姐姐的病终算是好，我也要奉养她的终身。小星星也需要我抚养照料。我是不能够让他，只要我们真心相爱，真心相爱，正因为真心相爱，我才不能留下他。
有这个必要了，没有这个必要了。李江，回神，父亲放上来，我们马上死了。哎，小星星，师母阿姨，我妈妈的病就要好了。是哈，这样小星星谢谢妈妈了。我去看妈妈，妈妈就在里面死了，我们到门口去等着妈妈啊！快来。星星呀，妈妈的病好了，你有什么表示啊？我第一件事就要为妈妈唱一支歌。小星星真乖。小星星，曲曲好吗？好。那师母阿姨呢？也好。不过我不想叫你师母阿姨，那叫我什么？菊妈。菊妈？你真调皮。菊妈，我去看妈妈。妈妈正在里面死了，我们到外面去啊！快来。哎呀！你的小星星已经长高了3年。月光哟，映在山间，也映在山岸。洒向鲜花，也洒向枯草你会认得我吗？姐姐，我是福生呐。小弟，姐姐，姐姐。姐姐。用它测心
哪里？姐姐，只要你的病能治好，我比什么都高兴。爸爸在救人之家，也为关心的。爸爸，是啊，3年了。我的好弟弟，姐姐，从今以后，我会照顾好你和小星星的，我们永远在一起，永远也不会分开的。去吧，星星。姐姐，这位是省里来的施梦医生，他为了治好你的病，冒着生命危险亲自上药，不用怕啊。行吧，祝你身体恢复健康。施梦医生，星星，扶妈妈去隔壁房间休息一下啊。啊，妈妈。姐姐，师母，不是让你休息吗？你怎么又来了？我有件事想同你商量。哦，什么事？我的设计机一门，我想。哦，这是你的通知书。我在这里收到的，你要走吗？我想听听你的意见。我想，你还是走吧。你真的这样想？不知道你怎么想？我当然要走的了。师母，这半年来，你为康夫人做了许多事，我会永远记住的。现在记不记事都一样。希望你以后上来这里走走。那要看我有没有这个兴趣了。这本书帮了我很大的忙，你到了新的工作岗位，一定用得上它，带着吧。新房的病好了，这本书的假设也不成谁。
了。哦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不是这个意思，那你是什么意思？你们不是要永远生活在一起吗？是啊，我们将永远生活在一起。即使此，我是该走了。哦，等一等，明天我就要出去送上你吧。我怎么来的？怎么去？师母，为了送进康福山，你已经几个月没有领工资，我叫张鑫结算一下。就算我送进你玉信放的结婚礼吧。师母，信放他，万师姑刚刚恢复理智的病人亏你，亏你万师姑医生，医生也是神呐！可你在病人面前首先是一个医生，那你为什么不能面对眼人呢？道士，等等。难道你连一句真心的道别话都不愿意和我说吗？哦，你也想听真心话？可是你什么时候对我说过一句真心话？你懂得什么叫关心，什么叫爱吗？你何人何言，便幻莫测，貌似将在心中许下荡荡的卵之患呐！你害怕接近一个姑娘，是因为害怕新房的平行家族，是因为害怕的一旦真心爱上一个姑娘以后，是非有所做的心性无用去照顾你那并非亲生的亲戚为心房，可惜得很呐！你为平生治病，却没有人能治好你的神经虚弱症，这就是我的真心话。想当初你一生一得母亲悲，到今朝方知你活得太可悲。明明归为君房，偏偏装作心是谁？最伤谁的真心话，心里埋下一身黑米茶杯，麻木不知便是中国人爱心
是一腔忠犬，所向之意。我真人一道两端分，本以为心生不仁，话多少，今日里风吹花日落纷纷。在荒野我背起草丛，神将死，听女见心芳妇女谁得重生，乾坤水相思共，其心心里愿我张神神，心方发病，我烈士去，本是报恩，本是罪的心深。苦呀一人历尽心，心动神经道理真。子女心常与冷漠心，老丁他举兵佛法实看尽，一场大火烧金光，鲜血烧毁我的心。兵大马线上养老金，众乡亲募捐44本，政府关心不太快，是梦里抢救治疗何终于。那一刻我放射芸芸苍生纯良知，隐隐把心高天人，
困苦中升官还满意，前路上陪着紫云行，不若心找到了一土地，一匆匆多发奋。佛身对你早有心，只是不能把话说分明。多少次情怀你的名，多少个意外为人情，只盼两心永相依，真乃是心与身是心与人，心方发定本为无他爱恋不生，实属尘。此情虽平处遇，最怕刺痛情伤人。这孤儿寡母许情人，我要婆婆搀扶不离身。我生于人家却早有家，这深重的担子怎能养你分爱人？我纵然做牺牲，青春不悔恨。你足下落芳丝，陷落花自尽。你家人生人还有情人，我这两姐姐早生因，生生之女家里，子女人可热心，为是苦草风观音。我们侧人心上真自心。他为了抢救厂里的财产和几十个工人的性命，他生而送上。他现在哪里？他正在医院里抢救啊！姐姐，我要找妈妈，我要找妈妈。魏医生，找妈妈。魏医生，你这块老弟，我去再行。
今日里遇见夫人，眼哭离，他10年前夕死于了路，我反是他白闹天。今日里爱的怎能相敌？小星星呀，妈妈！小星星呀，妈妈！刚才舅舅和思梦阿姨的话，你都听见了？听见了，妈妈，是怎么跟你说的？从今儿，舅舅是星儿的爸爸，思梦阿姨是星儿的妈妈。那你为什么还要跑出来？为什么还要哭？星儿要舅舅，要思梦阿姨，也要妈妈。妈妈。思梦，
话，今天终于得到了，可惜你没有亲眼看一看呀。看到了，我先都看到了，有这么多人理解我、尊重我，我从心底里高兴啊！遗憾的是，我不能将大红花亲手送进为医生。灵儿，妈这就叫你送去，你安心吧。这朵大红花应该献给寿玉，即变成一栋任和温暖的神。